为着要互校园有更舒适的环境，25岁一透早，市长会提告教育局长郑兴辉做伙来到北区的开元国小，实早电力的改善，还有冷气的装修。热天搁要来到，市长非常的关心每一班拢有冷气的政策，爱确实来执行，希望会当互学生有舒适自在的学习环境。我们家户去买冷气都要去重新把那110变成220了哈，那更何况是整个学校的一个大的电力供应系统。所以不管是电力管理系统或是配电，整个都要重新弄，绝对不是只是买冷气而已。那所以说我们这个非常感谢我们，除了感谢中央，也感谢我们教育局的执行力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而且那个时候是全国一起启动。全国一起启动的意思是什么？这是变成卖方市场，就是厂商你台南市不买，我卖给云林好了，我卖给。所以说大家一方面去抢，不是要说抢，需要努力去争取经费，也要争取货源那也要争取水电工程。所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做好，而且现在测试一切都很好。那所以说在今年的4、5月，4、5月的时候，天气开始变暖的时候，甚至变热的时候，冷气就可以比较好的这个运作冷气系统。各中各小的电力系统改善，还有冷气的装饰是目前重要的施政项目。台南市得到教育部补助经费29亿外，电力改善还有冷气的装饰已经完成。伫今年110年度的热天，大家都会当有冷气会当吹。另外，市府为着要营运装饰冷气，需要关窗仔门，所以把传统的粉笔全部拢换成水擦粉笔，避免老师和学生用传统的粉笔会对身体无好。因为关起来，门窗关起来开冷气，会碰到一个情形，就是老师如果写粉笔，那个灰尘那粉笔灰会四处飞扬，那擦完以后就已经就是很多粉笔灰，那所以说用这种水溶性的粉笔它又不是这种刚刚提到了，不是那种白板笔大家闻到会有味道，那是有机溶剂，对身体很不好的，所以说我们又不是用那种部分所以用这种水擦粉笔，那也水擦的这个粉笔写在这个白板上，那大家对老师对学生来讲这更安全。当然以后大家用平板用触控了，写板书的机会少了，但是有时候还是会需要用到的，所以还是保障大家的健康。市府会继续积极协助学校充实各项的设备，除了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源以外，也会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打造愈来愈好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